你懂了就听见了，那么不叫被动的塞列，哦，没练就是了，是呢，对么，没练中去对了，可能他第一要第下图呢，他第一要下图就是dia还送了叫等对面呢，可能那边那被对着呢，被对着些到二送了了，都我送了被对中中着的呢。就人做不下地啊来练了呢，就可能佢就俾練啦。他電腦運動啦，動啲係想出食啦。哦，你對中大咗啲，咁我哋嗰啲中嚟，嗰啲我知道啲啲，你中工作啦。即係我知道啲啦，知道啲嘅去最終啦。俾知道咗啲到都比較好啲啊，你都當用巴龍啦，俾知道啲到啦，在面住個咪識佢先。可能都多的那可能就很超的跟着看了，就是后面去多些地区下来下，自己可以多给了那个更加比较，真的可能练的细丝哦，对，练啊，对到种更高的，什么练各种实验去啊，这个会有动练到看什么呢？你故事知道嘅，我平時報出地都講到咗啲要係用咁樣先啦，咁樣。你嘅知道了先啦，你得到有冇錢啦？知道啦，我都你種大了，我睇就弄啲啦，啲食都食啦，弄啲嘛。用個半個了，到底下我個就試一試啦。他哋那度那時候都開始啦，比較弄住啦咯，其他嘅比較弄住啦，落咗見到人哋就幫我搞咗啦，拜拜啊！